后来镜头所等的台湾，要来讲目前全台湾的宠物猫狗有250万只，因着癌的几率竟然是高达54%。阳明大学首创甲人类在用的静止电脑断层扫描，嘛摕来帮猫狗做检查，但是真无俗哦，做一届要45000。这是九把刀甲伊爱犬阿鲁的合照，伫3月30日暗时破病死。去年11月，因为吐血检查发现得到 T 细胞型的恶性淋巴瘤。根据统计，全台湾有250万只的宠物猫仔狗仔，致癌的几率是54%，等于2只都像阿鲁同款的得到癌症。得到癌症了后，袂当像人类同款有精密的检查。阳明大学首创甲人类使用的静止电脑断层扫描，用伫你身上，帮助兽医会当更加精密的检查。 我们只能针对我们所发现的症状来治疗而已。那也许会有一些错误的治疗方向。只是检查一届介绍就要4、5万，因为是新检查的方式，宠物保险不一定有列伫给付内容内面，对主人是一大压力。目前嘛只有接受由兽医转介。送来阳明大学哈，那我们主要就是广开针对台湾1700家动物医院哈。 静止电脑断层扫描主要建议用伫致癌早期的评估，或者手术了后是毋是有转移扩散，会当互这动物较好的治疗方式。只要这体积是比鸟鼠较大，不管是兔啊、鸡啊、鸭啊，拢会当使用。嘛有爱动物的族群拄着伊的宠物得到癌症，有正确的医疗。